大家好，我係李日豪，又嚟到花旗財富金融市場短評嘅時間。今日係2026年嘅7月15號。喺未來10年，網絡安全好可能成為企業科技開支入面最具韌性嘅領域之一，因為人工智能嘅出現，一方面提升咗受保護資產嘅價值，但另一方面亦都幫咗網絡犯罪分子等佢哋可以利用更低成本、更快、更精密嘅工具去發動攻擊。喺 AI 時代，企業嘅專有數據同埋知識產權就係最核心嘅護城河。當先進嘅 AI 模型人人都可以用嘅時候，模型本身已經唔再係優勢，勝負關鍵在於獨特擁有嘅數據同埋專業知識。不過，代理 AI 賦予咗軟件有更大嘅執行權限，模型中亦都增加咗系統漏洞。雖然網絡安全板塊喺過去1年升咗唔少，估值有日價，但係考慮到網絡安全預算喺企業資訊科技開支入面最唔可以慳嘅一個環節，加上平台整合帶嚟嘅長期經常性收入增長，我哋認為呢個日價係合理。我哋建議投資者唔好單睇估值，而係要專注盈利表現同埋經常性收入增長。如果市場出現估值收縮，反而係分段吸納嘅好機會。今次嘅金融市場短評時間就差唔多啦，下次再見，拜拜。